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过来捌一日。这2天因为疫情，互人看了到地较紧张，画着的人到底去过倒位，大家嘛拢目睭掠咧金金看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过来看到这就是金。有人说金。金就是一款矿物金属元素，含银、铜同款，会当来摕做货币或者是装饰品。因为是黄色，一般咱讲黄金。混看讲是一般金属材料的物件，像咱讲五金，若是卖五金的店，咱讲是五金行。过年过节拜拜烧的纸，中有一块金箔仔，咱讲烧金。有分做天公金、土地公金。金嘛会当讲是金色，或者是发光的情形，像咱讲金丝丝、金闪闪。若目睭好，咱讲目睭足金。金嘛有钱的意思，像咱讲现金、金钱。足珍贵的，咱讲金笋、金元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2个词。这2个词意思拢是目睭一直认咧看的情形。头一个咱讲是金金看，第2个词讲是金金相。这2个意思共款，也毋过金金相，也佫有看好详细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人咧讲翁某若共心，乌涂变成金。因2个人翁生某旦，目睭相看，出来世家，翁掠某金金看。某掠翁金金相，翁仔遮的感情汤甘蜜甜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金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